香港每日樓市點評2026年3月13日，香港新盤旺勢持續，本月有機會是近年最多新盤推售的一個月。堅尼地城海域及黃竹坑 Deepwater South 相繼以招標形式展開銷售後，佐對月亦於日前一票清袋，加上佐對如意及上水雲向明日同步展開推售。昨日再有新盤展開銷售部署。建浩地產與市建局合作的大角咀影居，昨日上載樓書，提供122伙，全部為一房連書房間隔，實用面積301方尺起，最快下周公布首張價單，將成為本月第6個新盤。另外有路勁及深圳控股屯門掃管笏現樓新盤海和山，計分層單位接近沽清，項目將首推14棟洋房，實用面積有2031至3419平方尺，花園面積由396平方尺至999平方尺，短期內以招標形式出售，周六起接受開始洋房的現樓示範單位。有關香港地產最新資訊，可瀏覽世紀21香港C21HK。